不停湧現嘅考古發現，加上當下重大嘅科學突破，已經確定非洲毫無疑問係人類嘅搖籃。我哋好似喺度探索過去，睇下自己嘅根扎喺邊度。我哋嘅根喺非洲扎得最深，我哋部分基因嚟自非洲。遺傳學家透過我哋嘅 DNA 鑑定出我哋同最早期人類之間嘅聯繫。每個在世嘅人都有直接源於母系嘅共同祖先，稱為線粒體夏娃。佢應該係一小群人類嘅一份子。佢哋住喺非洲呢一區，大概係 Idatu 頭骨出現嗰陣。我哋透過線粒體夏娃而有共同祖先，意味住我哋嘅基因差異實際上係流於表面，而落到底我哋都係同一個家族嘅後裔。世界各地其他人類或者其他智人，無論係黃皮膚、白皮膚定黑皮膚，都源於非洲一位共同祖先。我哋好難想像史前時代嘅生活，又或者過去10000年冇任何相關嘅事物同特徵界定何為人嘅世界。所以喺現代嘅理解裏邊，唯一比較近似嘅情況，其實就係末日後喪屍節目。有一小撮人類，佢哋四圍遊蕩，攜手合作去擊退想食佢哋嘅獵食動物，同時又要擔心自己會遇到其他嘅人類群組，兩者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可以揾到。現代智人最初只係喺非洲生活，再擴散到整個非洲大陸，全程經過長達12萬年。但係大約喺8萬至到5萬年前，佢哋開始成功進駐世界其他地方居住。但係當早期人類由非洲遷徙出去嗰陣，佢哋唔止帶個人，仲帶埋一樣內在嘅嘢離開。而呢樣嘢喺幾千年嚟慢慢發展起嚟，就係文化。呢種文化發展到囊括人類發揮創造力得嚟嘅最偉大成就，而且仲係源於非洲大陸呢度。1991年，考古學家克里斯多福·亨希爾伍德喺祖父塊地探索嗰陣，發現通去某個洞穴嘅入口位於懸崖上，就喺大西洋同埋印度洋相撞嘅洶湧波濤上。今日被稱為布隆伯斯洞窟，裏面有超過14萬年證據證明人類曾經喺度棲息過，仲反映出人類第一種表現創造力嘅形式。發現呢度之前，我哋以為最早期藝術品嘅例證係喺法國嘅拉斯科洞窟揾到，起源只係追溯至35000年前。布隆伯斯洞窟係比較近年嘅發現，所以我哋喺非洲做得越多研究，追溯越多年期，就改變到大家對我哋點樣拆解人類歷史嘅諗法。同時仲有證據顯示，慢慢評估出佢哋喺離開非洲之前已經出現種種我哋視之為界定到現代人嘅認知行為。喺洞窟裏邊發現嘅細細塊赭石，徹底改變咗我哋對人類點樣發展創造力嘅理解。當中有一塊佈滿咗有趣嘅記號，而家被存放喺開普敦嘅伊奇科博物館。首先，佢獨特在於喺邊度被發現，佢有好耐歷史，源於77000年前。而有趣嘅係上面嘅石刻，一邊近似井字咁樣刻上去，而且仲係特登咁樣做。我經常會諗，如果搽啲顏料上去，就可以用嚟做個印。咁對我嚟講係一種藝術表現形式。有意思嘅，冇錯，有象徵意義，所以令佢成為其中一件我哋最早期嘅藝術品。